世界不羁不有，社会包罗万象。彩色人生有真理，有平安，有自由，有喜乐，有愿望。欢迎收听《彩色人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收听由真耶稣教会所制播的厝边隔壁。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希冠。神是咱的避难所，是咱的力量，是咱患难当中随时的帮助神的带领定定超过咱的想象龙光大哥跟淑华姐因翁仔某为时尚的服饰业到尾转换跑道来到截然不同的餐饮业卖牛肉面。其实因这当中经历了真侪挑战成长更加深刻来体会到神的稳定甲到带领如今因人生当中要过来影响一个另外一个转变，希望要讲这都做唔甘的因为因要离开花莲啦要搬回去应该讲要搬到新竹来展开到一个全新的生活这一届这决定又果是背后有什么款的这个故事所以听众朋友，咱今日继续来邀请到咱的淑华姐姐来跟咱分享到这段奇妙的生命故事姐姐你顶一集有跟咱讲到讲恁迄趁钱趁甲用布袋来lấy钱而且恁姐夫甲你讲迄收银机内底的钱已经满啦你甲讲你都10万安尼袋安尼甲绑起来捆起来就对啊啦生意遮好，是安那到尾会转型来到咱这卖牛肉面咧？其实做牛肉面我甲龙光粉都已经有咧考虑但是骹步拢无往头前行，只是纸上谈兵安尼讲尔。一直到疫情开始的时阵，因为当初阮做服装的时阵是龙光拢爱去韩国提货，但是疫情开始拄拢袂当出国袂当出国你用网络看货，佫看袂清楚所以伫民国99年的时阵，阮就决定讲无咱来改做牛肉面。是伊当阵其实会做牛肉面是佫有一个出发点，是因为做服装礼拜六礼拜毋敢休困，对，所以你安歇日收完了后，你的心袂改变就想讲我紧来去店的，对，紧来去开店。不管有人客无人客，你拢会想讲要紧来开店。是，所以当阮决定要开牛肉面的时阵，阮就斗阵祈祷了后，阮两个就讲好，第一爱找咧教会附近，第二拜六礼拜爱休困，是，安尼咱会当真安心，来守安休日，对，然后礼拜，譬如讲。咱教会若有活动需要接待嘛佫有加着咱两个人，会当来倒洗碗、倒洗菜。为服装店要收起来的时阵，要来做牛肉面，等到祈祷了后，迄个心是轻松的。安尼嘿，真侪人甲我讲，你穿做服装穿水水，对，毋来做，是安那就要来遮安尼切葱尤其我上会记得。我拄开幕的推牛肉面的时阵，阮大儿子看到我咧切葱的时阵，就拿去外口流目屎。哎哟，那安尼因为我袂晓煮食，我袂晓煮菜，是我连菜刀都袂晓摕。但是，娇滴滴的，在伊的心肝内认为讲，我妈妈当时会来遮切菜，但我感觉自必预备呢。因为。感谢主，这教会崔叔祖的这主厨，拢无去嫌嘛，拢愿意予我去内面做助手。是，我感觉主要说伫这个所在已经甲我训练讲，上无我会知影安怎洗菜，我爱安怎切葱是，就安尼是，甲龙光阮两个祈祷了后，就。往教会附近来找店面，但真正爱有属灵的智慧。当初是阮咧想的是教会正对面，
我来教会正对面，若要来教会拢足方便的。但是这毋是主要说帮我有逼，我问江执事，江执事讲袂使呢，人伊遐有人租呢，袂当叫人走呢。哦，都无法度伫咧教会对面啊。但是咱的罗菲比执事，伊就甲我讲啊，教会较过去啊，遐有一间店面要租人，你若无去看卖。哦，伊甲我讲头一届的时阵，我讲我知影迄间啦，但是敢若无讲介熟悉呢。安尼哦，嘿，我听就无甲囥在心肝内。吼，因为当阵服装店已经收啊嘛，啊，就较接咧挂教会啊，咧祈祷安尼。哦，你先收就对啊。嘿，无偌久，罗菲比执事佫甲我讲，伊讲啊，你店找了安那？我讲。啊，未找着呢，我教伊的店人拢无爱做我呢。是嘿，结果伊就讲，啊，无你去，你有去看无啦？我甲你讲的迄间店，你有去看无？哦，伊甲你讲共一间对。所以伊甲我讲的时阵，我就心内就讲应付式的讲，啊好啦，无我明仔载来看卖啦。啊，都遮热心啊你。嘿啊，咱就安尼讲啊。好，结果咱就祈祷了。阮先生就去遐敲电话给房东，结果迄个电话一开的时阵，跳出来的名是阮以前服装店的人客的名。你要来遮开服装哦？唔好啦，遮袂当开服装啦。是，我讲无啦，我服装已经收起来，我即摆要做牛肉面。是，嘿，就是因为安尼，感谢主，主要说借着罗菲比执事一直甲我讲。我甲你有逼的是伫咧遮，对，佮甲你讲伫咧遮，你奈拢无爱听，所以后壁咱才有顺服来找这间店，因为我伫咧租厝进前啊，我拢家己会先预设讲，我想要租偌侪金额的厝。哦，我即马先来有一个底线呐。对，我即马先来讲，我以前迄间服装店，我嘛是心里有个底数。然后我就甲房东讲的时阵，迄当中房东讲的是29000。你讲较早迄间，嘿，39000。39000，但是我心内的底线是35000。我就甲房东讲啊，你会当算我较俗的无？感谢主呢。房东一声就甲我讲啊，无算你35000。主要说真听你的，主要说拢有听我咧讲，我敢若毋是讲出来，我是咧心内想尔。伊就心转啊。主要说就知影。所以。伊嘛吼，我迄当阵的服装店，迄个房东嘛无讲37000、38000，啥物会伫遐咧讲，伊就一下就是讲，安尼咱就是35000啦。哦，成交啦，就是安尼签约。是，然后一直到我即摆牛肉面的时阵，我就甲龙光讲，咱两个人要做尔吼，咱莫做房租收悬的，当然啦，无迄个压力会收大。是啊，咱拜六礼拜就毋敢休啊。对，吼，伊就讲，龙光就甲讲，啊，你有心理素质无？我感觉我嘛无安怎想，我就直接甲讲，我预计15000。哇，有可能吗？因为阮对面租2万几块啊。哎呀，一去的时阵，房东就甲我讲，你要做牛肉面吼？伊讲伊本来要租人17000啦。哦，好，伊讲。啊，既然是你要伫啊，无嘛是15000啦。甲第一间共款。真的，所以讲，哪会无信？对，你心内莫黑白想，主要说拢知你咧想啥物。啊，毋过吼，这我感觉比较好奇，就是讲吼，你头先讲你掠菜刀都袂晓咧吼，你伫这学习的过程当中，你敢有无拄到困难？你要安怎来适应？其实感谢主呢，迄当阵我拄开幕的时阵吼，搁一届去感受着讲吼，咱教会兄弟姊妹，什么叫主内一家？哦，要安怎讲咧？当我要开幕的时阵啊，我就甲教会讲，迄天我希望教会兄弟姊妹来，我试营运，哈，我讲啊，恁来吼，千万莫帮我倒水碗，我一切的流程互我家己。但是感谢主，迄天吼，足侪人请假。包括咱的美丽主持人，吼嘛拢专讲过啦。但是大家看我咧无闲吼，足侪人就受不了咧，嘿，都来帮我倒捧菜、倒捧碗、倒捧面，然后爱洗菜。感谢主，足侪人帮我来倒洗菜。所以你讲有真困难吗？这个当中，因为我感受到教会足侪弟兄姐妹的手，所以我感觉我家己认为我无拄着。我感觉真大的困难，
你会当适应就对了。嘿，因为有边啊有兄弟姊妹，我看到兄弟姊妹拢随时就甲你讲，啊，你会使袂？无法来做。是啊是啊，吼，你会感受到讲，我家己出来兄弟姊妹，就无得参与教会兄弟姊妹安尼。但是我相信吼，咱听众朋友吼，听到啊，你过去是安尼遮尔啊时尚，啊遮尔啊娇滴滴，啊甚至大哥嘛是要安怎讲，迄从事迄款大事业的啊，到韩国去挂回款的吼。但是恁两个来到这个牛肉面店吼，是讲旁盘啊、煮面、切面、控汤，迄个转变很大呢吼。我相信听众朋友嘛想要知影，你们的心态怎么样的转变啊？当你要捧头一碗面出去的时阵吼，你真正无啥捧会出去，毋知要安怎甲人去讲话。以前一领衫收是几落千箍，是啊，即马一碗面是百几箍。迄个落差，心里会感觉，我敢一定爱安尼做嘛？对。但是感谢主呢，我是用另外一个角度，甲龙光阮两个常常咧分享的是，咱即马加出来介济时间，会当来做工。较济时间若教会真正拜六，所以龙光即马买当煮拜六暗时的宗教教育的晚餐。对，也是讲咱礼拜教会若有活动，咱会当来接待。是接待嘛好，也是讲伊会当来煮物件，煮一个爱餐互来访问的弟兄姐妹。吼，这拢是真好的一个所在。是吼，所以这个转变吼，咱可能看到迄个物质上吼，好像是比较少了，但是恁伫咧属灵吼，迄个生命当中吼，恁是更加满足的对啊。对，伫咧属灵的迄个内心内面啊，你颠倒是得到更多。是生理，我定讲嘛，咱做生理就起起落落嘛。吼，所以有时啊，一工起来生理无介好。是。我嘛捌一工卖无3碗面，但是呢，龙光就甲我讲，咱来祈祷，但是真侪时间是我若祈祷煞了后吼，过顿工都有团刀，也是兄弟姊妹甲我讲，我等下要去你遐食面哦，啊，我有介侪人哦，给你带人客啊咧，真的，所以我感觉我即马安尼开落去吼，颠倒介侪教会兄弟姊妹，因若有收到。也是有时间，因就会来遮坐一个，食一个面。等到搁较侪时间，甲教会的兄弟姊妹来开讲，来分享代志。迄个感情搁较深入啦。做牛肉面，互我上愈深刻的体会，就是万项代志，咱就是祈祷。真正拢是祈祷，无过袂去的。对，就是祈祷。主要说袂讲过不去，互你无才调搁做落去。所以当阮倒足侪牛肉了后的时阵。咱就是祈祷哦，对，有影，亲像大卫吼，是安那会真做合神心意的人啦吼，迄就是因为大卫吼，伊什么代志、细项代志，伊拢是向神先来祈求吼，啊求神来带领到伊的这脚步啦吼，所以伫小华姐姐的这分享当中，咱嘛知影讲卖牛肉面吼，毋是讲干那咧控一个汤啊，切一个面吼，迄其中的一寡酸甜苦辣吼，因拢家己会当去体会到啦吼。即马我要来问的，就是信仰嘛，愈来愈坚定啊！囡仔嘛有真好的这个未来，甲到伊的家庭啊！啊是安那？你到尾讲要来决定讲结束牛肉面店吼，啊，转到新店，展开着新的生活。这吼，都要讲着阮囝，阮大汉囝，是伊伫5年前买厝，咧新店买厝的时阵，伊就甲我讲啊，伊讲妈妈，我即摆已经买厝啊，你会使考虑搬起来。甲阮大无，伊讲伊会买这透天的，当初会买是因为想到规家口大家会使做大斗阵，大斗阵哦，已经甲恁算入去啊，就对啦。所以伊才会去买透天的。伊讲我房间数嘛拢算好，但是我甲龙光，阮就感觉无想要互囡仔甲阮绑着，发现真正土地足黏的啦，足黏的。系啊，而且你教会你做工，嘛做有伴，拢足有伴的，啊，逐个属灵的同伴拢真好。是，吼，你若逐个安好日
坐咧教会遐开讲，笑声不断，讲袂了啊。对啊，吼，迄阿嬷嘛拢会点名讲，你今日无来哦，安尼袂使，你去倒位？是，拢一直无想要过去新竹。啊无我还有牛肉面爱做啊，吼，我要开牛肉面，所以我会开牛肉面一部分嘛，是因为无想要过去新竹，互因知影讲我有头路通做啦。嘿，而且最主要是我伫遮我有工通好做，对啦，我教会工我做了，我感觉我足快乐的。对。我惊不管我店的生意好还是歹，我感觉我若踏入来这个会堂重生了。规个心情就是拢足轻松的。是啦吼，迄个属灵的生命。对啊，你看到教会兄弟姊妹拢甲你讲哈利路亚。你就是在家里的放松。是，所以你唔甘地开花莲啦吼。对。所以阿要安你事业家庭当中的这个取舍，恁囝呢不断来甲你邀请呢吼。伊到尾啊，伊就甲我讲，好，因爸爸荣光生日的时阵，伊就很有计划性诶，伊去做一间民宿，好，伊就心机很重，要让我感受到讲儿孙们住在一起的感觉，所以伊就做民宿了，伊就开始伫边啊，甲阮感谢主呢，阮新妇嘛是这当中不断的游说，伊为结婚，伊旧年结婚，一直不断的甲阮讲，妈妈，起来啦，来带新竹啦，就是因为安尼打动你们的心呢，吼，有影啦吼，啊，其实有了孙的吼，有了阿孙的吼，啊，当然迄个决定吼，更加直接啦吼。伫咧花莲，我搁敢若唔甘啦，吼，但是有一天我会老，啊，兄弟姊妹感情搁较好，但是当我需要人照顾的时阵，阮儿子甲新妇甲我讲一句话，伊讲安尼人会讲因两个足不好，为什么因拢袂当转来甲阮顾？对啦，伊即句话真正嘛有拍打动阮的心啦，想想讲好啦，啊无趁咱搁会行会走吼，先转来甲恁享受一下，后摆若食老要互顾吼，人嘛较要讲啊，你等下你需要时叫你转来，你无爱转来。哦，所以咱嘛已经知影讲吼，淑华姐姐吼，甲龙光大哥已经决定要搬去新竹，展开因新的这个生活。安尼吼，咱都要来问你讲，啊，花莲这几年来吼，带互恁两个翁仔某是啥物啦吼？啊，我是唔知影，你唔知讲甲会老哇塞呗？你最不舍的是啥物啊？最不舍的是当我甲教会弟兄姐妹讲的时阵，有一个姐妹就甲我摸咧哭，我不爱听。我买啦，你莫安尼，你安尼我会艰苦呢。伊讲就是啊，你会艰苦，为什么你要搁安尼做？其实真侪教会兄弟姊妹拢甲我讲，为什么你要离开啊？有的人搁甲我讲，花莲无好吗？阮对你无好吗？袂要紧，你老我会甲你顾。所以我一直都唔敢讲，花莲教会真正对我来讲包容，为我唔知要安怎做工，花莲教会兄弟姊妹一步一脚印慢慢啊带领，你咧负责人啊、团队啊、长老执事，拢在你边啊，你做唔对，伊嘛甲你讲袂要紧，咱就慢慢啊来。所以学会晓咱会晓接待，学会晓讲厨房咱要安怎斗三工，真正这就是主必预备啦。我甲花莲教会姊妹讲吼，咱花莲教会即马工人较济啊，但是吼，我感觉主北教会的人较少，主北教会互我感觉是较亲像咱花莲教会，我拄来花莲教会，嘿，人较少，需要工人，所以可能主要说甲我留喺花莲训练到我知影讲我爱安怎做工，我爱安怎顺服了后，才互我去迪北。我嘛希望讲我去迪北会当好好去做工。咱嘛知影讲，这你甲哥哥吼，要来离开花莲吼，要到新竹。但是恁这对未来这生活，你有啥物款的想象甲计划？其实迪北对恁来讲，其实是一个新的地方，对吗？吼，恁过去嘛唔捌住过迄个所在嘛，吼，所以你有啥物款的想象甲计划无？计划是讲，阮到遐了后，可能阮的生活形态无同，规个改变。那用半退休的方式，会当参与更多教会的事工。在服事上面，在做工上，
可能会当比咧花莲教会搁较侪时间。是因为拄啊主持人讲着讲爱顾孙，其实因为感谢主，阮新妇讲伊留职停薪2年，所以这段时间呢，我毋免顾孙，我会当去让孙生的就好。那我会当有搁较侪时间，可能会当侪时间参加教会。搁较多的时间，当然啊，咱嘛是人生有很多的这个转折咱伫节目当中来访问到咱淑华姐姐伫这个转折当中，你安怎来学习挖课神？回头看为我咧台北要来花莲的时阵，唔知神在倒位，唔知爱挖课神，但神呢，他一直张开双手的等着我，然后。等到我来到教会，来到花莲洗礼啦，寻求教会了后，我靠神，知影讲万行万事，你都爱我靠神，顺服，主要所予你的祝福，绝对是满满的，所以，互我去学习着讲，以前咧台北迄种空虚，虽然你有赚真侪钱，对，但是心是空虚的，迄当阵甲龙光感情嘛定定冤家。一直到来到花莲，我靠神顺服，慢慢奋斗，听袂到冤家的声音。哇，有时啊，甚至到顶一秒就生气，下一秒想讲你要去安怎？感谢主，这种主要所有安排伫的。所以听众朋友，世上你若有苦难但是主要所讲，伫伊内底有平安咱听到淑华姐姐安尼分享，咱就知影讲，既然相信主要所基督徒其实伊为主遐，就会当得到迄个心灵的平安就是咱即马现代这个社会竞争介大所以真侪人拢话讲压力真大失败机会真大啦，真郁卒真痛苦。但是你知影无？你来到主的这个面头前，你献上你迄个破碎的这个心灵甲你的心事甲你讲甲你的困难甲伊讲你就卸下你所有的这个挂虑还有忧愁，神得甲你同在，就好亲像淑华姐姐讲的伊到尾得到是迄个喜乐甲到满足。感谢主啊所有安排，来花莲是我一个训练讲你安怎做工，你安怎顺服去挖靠神，你互你知影讲你万行你挖靠神了后，伫你人生巅峰的时阵，你无挖靠神，你跌落来，若毋是神，你跌落搁较严重。今日因为有神伫的，所以你的家庭搁愈圆满。你的事业虽然讲无亲像以前会当安尼穿水水，互人欣赏，但是我感觉做牛肉面，我会当搁较亲近神，内心是喜悦、满足的。包括讲囡仔即马看到我做牛肉面，伊嘛认同讲你的转行是对的。伊常常看着讲，好食，不是伊常常看着讲妈妈你在哪里？我在教会。因为搁较侪时间是你会当伫教会，比较较看会到恁的对而且伊嘛会看到讲花莲教会安尼甲我训练了后，我希望讲我会当照着花莲教会的训练，我来到台北会当参与搁较侪工。是，所以咱台北教会的兄弟姊妹应该嘛真期待啦。我相信听到这集咱会知影讲这个淑华姐姐还有咱龙光大哥已经准备好这个新的感动甲新的带领当然主要说若愿意因两个当然会奉献着家己的这个心力，伫这个事工顶悬。好咱最后时间嘛差不多安尼咱若讲要互听众朋友一寡勉励，就是讲，如果你若用一句话来形容你家己的信仰人生，你会安怎讲？不要怕，只要信。很好有影这句话嘛，带予咱所有这听众朋友，不管是咱主内兄弟姊妹，也是咱的慕道朋友免惊，只要信迄个信心，就会当互神来成全着你的困难，甲到解决你的问题好，安尼咱最后一个鼓励就是咱人生当中有真侪波折，嘛有真侪人生的转折咱即马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也是咱主内兄弟姊妹，有可能伊当咧经历迄个人生的转折，你要互伊什么款的鼓励？来亲近神，归来甲神讲，无什么代志是神无在条解决的。你只要信服他，交托他，
你什么事情都过得去。所以咱人生的这个转变吼，带着咱吼一个真不确定性甲着挑战。也毋过吼，小华姐姐甲咱分享就是讲，当咱选择要来倚靠神，不要怕，只要信。你将头前的路来交托互伊，就当伫这变动当中去经历着伊的稳定甲着带领。小华姊妹伊为台北繁华的服装业，行向花莲迄个朴实的牛肉面生意吼，这毋那是职业的转变，更加是生命价值的反转啦吼。所以过去伊的收入吼，会当讲是900万的，用布袋啊咧扛的哦。但是伊煞毋捌来真实去感受到神甲因同在吼。所以如今虽然经历了遮尔啊济辛苦吼，但是内心煞颠倒。去感受到迄个前所未有的迄个平安甲到喜乐啦吼，所以这份满足毋是来自世俗的成功，颠倒是来自愿意顺服神的这个计划，互神成做因生命的主宰。所以咱头先听到这第一集甲第二集吼，咱淑华姐妹伊的生命故事，这嘛提醒咱。伫咱面对人生的这关键的选择的时阵，或者咱无法度掌握到迄个未来，但是你只要愿意来倚靠神，伊的确会为你来预备迄个上美好的这个道路吼。真正喜乐无在于咱拥有偌济吼，但倒是在于咱是毋是要来顺服，是毋是要来交托。当你愿意顺服甲交托，你每一步拢会当经历到神的信心。甲到阻碍哈，所以今日呢非常感谢咱花莲教会齐淑华姊妹来到咱的节目当中，姐姐感谢你哈，谢谢。啊嘛希望你较紧回来花莲，好不好？会啦，我会较早回来。好啊，你最后，互你一个机会，互你对咱所有花莲教会兄弟姊妹讲一句感谢，有想要对因讲的无？咱的主持人实在是吼。无流目屎一定要逼到流目屎。这无伫咧提纲内底呢，我安尼向问呢。感谢花莲教会所有的兄弟姊妹、长子传道吼，对我的包容。因为有时啊，咱大条神经，讲话有时啊无规。阮先生讲，你定来无规后壁门。但是呢，我感觉教会每一个兄弟姊妹，拢甲咱讲的任何一句话是当作真心的。无任何的恶意，我真的舍不得花莲。阮嘛舍不得你啦，但我会常回来。好。时间的关系，节目最后，咱邀请到所有听众朋友，甲咱做伙献上虔诚的心，来向天顶的真神感谢祈祷，奉主耶稣圣名祈祷。亲爱的天父，阮伫你的面头前谦卑敬拜，感谢你赐落来无比的爱甲到恩典，互阮每一天拢会当感受到你的同在甲到引带。主啊，你的恩典是何等的大，你的怜悯是永远的。我们感谢你为阮所做的一切，你道成肉身，为阮的罪死在十字架顶，互阮会当得到赦免，甲到永远的生命。主啊，求你帮助阮，互阮的心时刻来保持着谦卑，愿意顺服你的旨意。无论阮行到倒位，面对什么款的困难甲到挑战，拢求你的圣灵时刻甲阮同在，赐予阮力量，互阮伫你的道路上无偏离。嘛求主耶稣基督，你会当继续来看顾淑华姊妹一家人，伫未来的道路上更较侪力量甲到智慧。求你赐福气互因伫新的新的生活，保守因的心，定定倚靠你的引带。无论面对什么款的这挑战，拢会当勇敢而且坚定。主啊，你的道路远过阮的道路，你的计划超过阮的计划。求你伫每一个决定的时刻，拢成做阮的力量，甲到倚靠。愿阮每一个人拢会当伫你的爱中，行过每一个高山，甲到低谷。信心来坚定，尽心、尽性、尽力来活出你所赐予阮的美好的生命。最后，
愿主你开启咱听众朋友的心，互因会当到各个的所在真耶稣教会来查考道理，体验圣灵，麦当甲阮同款做伙共得到永远的生命。阮献上虔诚的祈祷，求主耶稣会当来垂听，愿一切荣耀颂赞，拢归到你的圣名。哈利路亚，阿门。各位亲爱的好朋友，时间过了真紧，咱的节目嘛将近尾声了。如果你若介意今仔日的节目内容，想要查考更较侪道理，欢迎好朋友来到真耶稣教会参加安教日的聚会。订阅阮的节目，留话互阮，甲阮分享你听完节目的感想。嘛，毋望好朋友会当分享互你身躯边的人。感谢你的收听，厝边隔壁大家好的节目，我是希望咱后一回再会，平安。